你醒了，姑娘。你也是被他们绑来的吗？他们？如今这繁星旭的胞弟和妻子都在我们手上，要对付他，还不易如反掌？还是主上英明，把人看好了。你是？我一直在外求学，近日得知兄长大婚，特意赶回来庆贺。不想在城外遭了埋伏，被这些贼人抓了去。你，就是我兄长要迎娶的沈家嫡女，沈元芷吧？是。小叔，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，你帮我个忙。人呢？神不见了！走。快起来！别管我，跑出去，赶快去报官！是。快走啊！你们是谁？为何要抓我？要怪就怪你嫁了个好夫君。放心，待会儿我会给你一个痛快。夫妻又如何？大难临头也是各自飞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繁星旭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？你们找他便是。就算是千刀万剐，也是他的命。我不过是个无辜之人，放了我，什么条件都可以谈。你倒是惜命。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命更重要，更何况只是个男人。如果你觉得杀了我能让他痛苦，那就大错特错。他这个人偏执又自大，根本不会爱人。对不起，你就是再巧舌如簧，今日都要命丧此地。主上，有着侯府主母在咱们手里，我相信繁星旭他一定会来。到时候咱们就给他来个引军入瓮，然后一击毙命。你笑什么？繁星旭视我为仇敌，巴不得我死，用我来做饵根本没用。若真能杀了他，我第一个谢你们。为父虽然来晚了些，让你受了些皮肉之苦，你也不能因此怪罪我。你要相信，繁星旭，你倒是自大，当真一人赴约。她是我明媒正娶唯一的妻子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救她。你想要什么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就一定做到。但唯一的要求是不能伤害我。我要死了，我要你的命！你现在放了我，兴许还能活，拿我做人质，只会死得更快。你给我少废话！放了他，我可以让你走。繁星旭，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你想救他，就拿自己的命来换！好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不过是戏弄于你。闭嘴！你实在太让我伤心了，娘子。
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却视之为婢女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娘子，我特意避开了要害，放心，死不了。你是故意的。就是最好的下手点。那是2楼的位置，本来已经有客人定下了，之后又来了几个人，非要坐那儿，为此还差点打了起来，最后花了3倍的价钱才拿下了那个位置。你可还记得那几个人的长相？脸圆圆的，有点小胡子。我根据掌柜的供述，临摹了画像。画中人和你那日在醉歌坊追的蓝衣公子相貌极为相仿。这些人从头至尾针对的人都是你。神府的马车只是正好经过，就算没有神府，也会是张府、李府，而整件事情里，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贺薇兰是被你害死的。你以为你一面之词，我便会信你吗？你别忘了，你刚才还想加害于我。我知晓你不会相信我，所以九公主这步棋才不得不试。如今此路既然不通，自然要试试别的法子。我今日之言，你尽可以去查验。倒也不用那么麻烦，眼下倒是有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一个做饵的机会。我从没答应过要护你周全，保你毫发无损，何来欺骗？兄长，你受伤了。兄长，嫂嫂伤势严重，不宜再走动，会牵扯到伤口。二弟怕是逾矩了吧？我的夫人，我自会照顾。小姐，快把药喝了。大夫说了，你这回要好好养伤，不然这胳膊以后就废了。不能喝！只要不能喝。二爷，你疯了！这药是我熬了很久才熬好的。只要被人换了，虽不是毒药，但有人中饱私囊，换了类似的便宜药材，吃了不仅不会好起来，还会因此耽误治疗时机，留下病根子。怎么会？现在全府上下都知道，你这伤是我大哥亲自弄的。他这个人我很了解，对喜欢的人和事最是护短，反之，则极尽一切去毁掉。他任由流言传播，全府上下都会将你视作可以羞辱的对象。一个人只要虚荣，便会产生恐惧，然后陷入到无休无止的困境中，最后便会见识到人性最恶的一面。等他攒够了失望和沮丧，
那口心劲儿也便消磨殆尽了。我带你去看溥仪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他病了，我带他去看溥仪。她是你嫂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有真的把她当做妻子吗？放开她！范星辰。人言可畏，有些事我做，你做不得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想勾引我弟，指望他救你？对，我就是想勾引你弟。至少他不会像你这样冷血无情。就算你要给我戴绿帽子，也要换个人戴。他，你惹不起。让所有人看不起我，把我当做案板上的鱼肉，你很开心吧？现下又何必惺惺作态？你说对了一半。我确实想让人孤立你，羞辱你，可我并不开心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过，一个人一旦虚弱，便会产生恐惧，最后陷入无休无止的困境。可是你并不害怕，所以我不高兴。范胜旭，从这里掉下去，你会感觉害怕？你不杀我，又不让我死。我求你放了我是错，我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也是错，我想逃，让你觉得我有利用价值还是错。既然都是错，当然要为自己搏一搏。本想借刀杀人，自己却成了被杀之人。范星旭，输给你，我认。你可不像这么容易认输的。既然什么都试过，只差最后一个。哦，还差什么？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。沈元直，小姐，沈元直，沈元直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快醒醒啊！沈元直，小姐，小姐，醒醒！小姐。真是娶了个扫把星进门，这身子板怕是也活不了几日。到时候死在侯府，传出去还不知道要被笑话多久。祖母，嫂子只是不小心落水，溥仪说了并无大碍，
醒过来好好调理就好了。你怎么还偏袒她说话？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厉害，搅得整个家宅不宁。祖母，人醒了。相公，大嫂，你认错人了，这是你小叔子，那才是你相公。他不是我相公，他才是。你再说一次。好的，你放开我，相公，我怕。你这个狐狸精，勾引我大孙子就算了，还想勾搭我小孙子，我今日定要不得罪你！你打我相公！闹够了没？我都说了，你不是我相公。你太让我伤心了，娘子。我说了我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啊？我头好痛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你这样对我，就不怕你的心上人死不瞑目吗？不装了，好玩吗？你不是说我给你戴绿帽子吗？那我就戴给你看，好看吗？你少碰我！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范星辰，那我便给你个机会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你能够让他爱上你，得到他的全部信任，我便放你自由。你来干什么？相公，我是你娘子，来找你不是很正常吗？估计是伤到了脑子。我不是你相公，大嫂。别紧张，我没有失忆。如果我说我移情别恋，爱上你了，你信吗？繁星旭让我勾引你，取得你的信任，让我做你身边的一颗棋子。小叔子害羞呢，别回头，他在门外看着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比起他，我更相信你。他3番5次想置我于死地，我更想跟你合作。成交。不信。因为我也喜欢你。刚刚还说喜欢我，怎么现在连看都不敢看了？
我只是谨记书中所言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。嫂嫂这说的和做的，还真是两个样子。当我失言，不如我们具体谈谈合作的事项。那要看看你的诚意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能？接风宴？是，繁星旭在朝上联合几位主和的大臣，说服了皇上进行和谈。他想兵不血刃地收回10州郡县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其中有你的父亲，尚书沈大人。朝堂之事，我一个女子，自然是不知道。当然，这几日使团就要到达汴京，繁星旭会在侯府为其办接风宴。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瓶中是鸩毒，毒性猛烈，无色无味，融入酒水中几乎不会察觉。你只需要在接风宴上将此毒下在大使节身上即可。所以，你真的是西罗？言不尽意，终不是人。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所做一切皆为大业。不敢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定助你与繁星旭和离。愿君不负此。诸位远道而来，不胜辛劳。我在此敬诸位一杯，愿两国交好，共享太平之福，万世之宜。谢侯夫人吉言。我怎么不知道这威远侯府什么时候变了天了？一个后宅妇人也能登堂入室，在宾客面前大放厥词。九公主此言何意？我既嫁了进来，就是威远侯府的当家主母，掌家中大事，统摄内外，居中调和，为家族之兴旺。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礼待宾客。九公主对此是有什么不满吗？威远侯，这次使节入汴京有多重要？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就不怕他犯错，影响了两国的交涉？今日是迎接贵客的接风宴，还请公主以大局为重，莫要因为针对我失了皇家的风范。还真是伶牙俐嘴。主母之位，既为尊贵，亦为重任。此次接风，它代表的不仅是我侯府，亦是我大燕。夫人持家有道，礼数周全，我自然是乐得清闲。看来公主多虑了。你们夫妻二人，还真是琴瑟和鸣，伉俪同心。多谢公主厚语。嫂嫂不是要敬酒吗？别让宾客久等了。请。友谊长存。时间，这酒，时间有毒。来人！沈元芷，你竟敢毒害使节！威
彦侯，他定是敌国的细作，是来破坏和谈的。现在就把他抓起来。什么？细作？细作，公主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太医来医治世界，而不是在这攀扯我。我自然是有证据。把人给我带上来。我倒想看看九公主有什么证据。若我夫人真是细作，国有国法，我定不是非，不必过。这位，侯爷肯定见过，她就是您夫人的继母。日前因为被沈元芷诬陷，已经被赶出沈府。秦氏，你不用怕，今日由本公主给你做主。你知道什么，尽管说出来便是。他母亲早逝，父亲续弦，将我娶进了门。我一直将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养育，没有想到他却担心我生出嫡子嫡女来，抢夺他的恩宠，于是，在暗中给我和府中其他妾室偷偷下了婢子汤。我就导致我们再也无法延续香火。且不说你颠倒黑白，即便你说的是真的，这些也不过是后宅阴私，和谋害使节又有何干？你闭嘴！这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。他把我赶出沈家之后，我就偷偷的暗中观察，发现他经常跟一些行踪诡异之人有着密切联系。这些人并非大燕之人，接逢宴前，更是看到他们私下有交换一些东西，想必一定是跟谋害使节有关。沈元芷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一派胡言！我和此人有仇，他的话不可取信。除了这所谓的人证之外，你可还有物证？你没有，我有。证据就在这里，这酒里有毒，下毒之人想要害的是我，而非使节。你说这酒里有毒？方才我要敬酒的时候，因为被九公主打断，我误拿了使节的酒杯，而他却在喝了我应该喝的那杯酒后中毒，所以我敢断言，下毒之人要害的是我，不过却阴差阳错害了旁人。于是，为了不引人怀疑，他干脆祸水东移，将一切栽赃到我头上，所以下毒之人就是你。你敢诬陷本公主？你有何证据？还请侯爷将这酒和大使节的酒进行对比，相信很快就能水落石出。你疯了吗？竟敢拍咬公主！旭儿，你们还不快快把她抓起来！谋害使团，污蔑皇室血脉，其罪当诛。沈元芷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就地正法。我看谁敢抓我！我虽一介妇孺，但也是大燕人。今日之事，若九公主执意不肯承认，那便不是私仇，而是国恨。勾结外敌，谋害使节，我死不足惜。但若因为此事导致两国和谈破裂，甚至引发战事，身为皇家之女，既享了庶民之俸，就必担天下之责。九公主，你宁愿牺牲大燕百姓，也不愿承认错误吗？倒反天罡！做
鸩毒。我在边关曾有幸遇见过一位神医，他给了我一颗能够解百毒的药。今日遇见此事，情急之下，我便想到了此药，没想到还真有奇效。魏远侯今日之恩，我必不相忘。接风宴是在我魏远侯府办的，在我府里出了事，我便有不可推卸之责。刚才我已命人查验过，我夫人的酒壶中确实被下了药，下的是鸩毒。不可能，怎么会？公主，这药到底是怎么下到我夫人酒中？秦氏又是否有确凿证据？还是受人指使诬告？我定会好好审查。若真如我夫人所言，和公主有关，我相信圣上为了两国安宁，定不会徇私。不是我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诓骗我说沈元之勾结外敌，你一直都在利用我。不是，九公主，是。夫君方才用手挡住我的双眼，是怕我被剑母的死吓到了吗？我是怕夫人太高兴，控制不住自己，忍不住笑出来，不好的。你倒是了解我。范香雪，你要干嘛？随身带了鸩毒，你不信我？侯爷，在使团接风宴上下毒之人已经拷问，他说我只是收钱办事，确实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。对方的手既然能伸到我魏远侯府，想必身份不简单。先别打草惊蛇，继续查。是。听了这么久的墙角，夫人不累吗？你交代我办的事有眉目了。樊星辰果然有问题，但他并不完全信任我，他想试探我，让我在接风宴上给使团下毒。看来他是做了两手准备，一边交代我，一边安排了自己的人。未必。你的意思是，想要下毒害人的人，可能不止一个。这事做不得。不，这毒必须下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彻底取信于他。可是，我自有应对之计。所以你的应对之计就是让大使节陪你演戏，假意中毒，引出幕后之人，什么可以解百毒的药，都是虚晃一枪。你确定樊星辰会信你吗？不管他信或不信，他都得信。更何况还炸出来一个九公主，这戏演的不亏。还有你，自作主张，把毒下到自己酒里，非要当众拉九公主下马，你就不怕我不保你吗？他搬出秦氏的时候，我便确定，之前在侯府安插人下毒的是他，他的目标是我，而非世界。我这么做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自保。再说，此事皆因你而起，因为我红颜祸水，你这算是风流祸根。传圣上口谕，九公主任性妄为，身为皇家公主，却无大局之念，屡次滋事惹祸，即日起禁足于宫中，闭门思过。
兴绪，我定不会放过你们！小姐，别凉着了。以后别叫我小姐了，免得平白被人抓了把柄。是，夫人。放心吧，很快便能叫回来了。只是现在我有个难题，还不知道怎么解。什么难题？鹬蚌相争，这渔翁到底要如何才能得利呢？是坐山观虎斗，还是挑动双方矛盾，让他们两败俱伤？但是这样的话，渔翁可能未必会全身而退。夫人，谁是鹬蚌，谁又是渔翁？您现在说话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不懂是福气。丁丁，你先回去，帮我将盥洗的东西准备一下。是。小叔子既然来了，不给嫂嫂请个安吗？可惜了，就差一点。你说繁星絮那瓶能解百毒的丹药，是真是假？不可能作假吧？这大使节的命可都是靠他续上的。你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，小叔子不会不认账吧？嫂嫂担心什么？我这人最讲诚信。这件事虽然结果不如我意，但是嫂嫂有勇有谋，临危不惧的样子，我还真是惊为天人。这样的人才困在小小的威远侯府，真是屈才了。过誉了，我一个普通的女子，只想过一些简单的生活。你们威远侯府藏龙卧虎，拨云诡谲，是我配不上他。现在我们是不是该谈谈具体的交易了？繁星絮有一枚印章，平时贴身存放。贴身印章如此重要，一旦离身，必会很快发现。不会让你去偷，你只需要在我准备的空白文书上盖章即可。此事若成，我保证繁星絮一定会死无全尸，届时你跟他的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。你别忘了，我是他的妻子，若他出事，你可以保证我全身而退，不被牵连。嫂嫂也别忘了，我是他的胞弟，你尽管去做就好。还有，你很聪明，但我可不太喜欢别人质疑我。有人说过，我向来口无遮拦，你可能需要习惯一下。夜黑风高，小叔子还是早些休息的好。贴身存放。半夜3点，夫人不请自来，意欲何为？今日之事，我是越想越后怕。我思来想去，若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别少话呀，说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是突然觉得，与其想尽办法离开你，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？范星雪，我曾经看过一个画本子，画本子里的女人被男人囚禁、报复、
却因为无人依靠，恐惧害怕到极点之后，最后反而爱上了那个男人。你说，我会不会和那个女子一般，爱上你了？滚！别用你对范星辰那套来对我。还有，别让我抓到你什么把柄。还不滚！让我再说一遍。皇兄特意让我向大使节赔罪，是本公主不懂事，错信了歹人，差点破坏了和谈。这次和谈的圆满，是两国携手共荣的见证。本公主愿尽地主之谊，向使团赔罪。九公主言重了。我已经认真反省过，之前是我太鲁莽，不懂顾全大局。所幸大使节身有祥瑞，逢凶化吉。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，我想寻一件独特的礼物赠予使团。我大燕以紫貂为己，听闻这围场曾在月余前出现过紫貂，此兽聪慧灵敏，可谓是稀世珍宝。若能猎得此物，赠予使团，结两国之好，岂不是一段佳话？侯爷，若论剑术，我大燕无人能出其右。敢问侯爷是否愿意一展身手，替我寻一寻这紫貂？魏月侯，不若我们比比看。既然来到了围场，自然是要猎上你。请。在这里等我，哪儿都别去。死定了！我来帮他。本公主最喜骑射，今日你便是我的猎物。你放心，我会给你留一具全尸的。公主说最喜欢骑射，不过这射箭的功夫不过尔。强弩之末，嘴巴还是这么讨厌。你今日杀我，就不怕繁星旭发现，对你心生厌恶吗？我杀你，今日威远侯离开之后，围场惊马，威远侯夫人受惊之下，慌不择路跑进了山林，最后中箭身亡。我策马去追，却只寻到了一具尸体。
这个故事无聊又烂俗，毫无新意，我不喜欢。对了，那次贺薇兰当街撞马而死的故事，也是你撒的狗血吧？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就让你做个明白鬼。贺薇兰那个贱人，确实是我杀的。我知道繁星旭心有所属，但他一直将人保护得很好，我找了很久方才找到他。就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，他就正好撞在了马下。哼，那匹马也是匹疯马，无论马夫如何都拉不住他。你说，这可不就是命吗？有的人命比草贱。哦，就轻轻推了一下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他的品味居然这么差，竟然看上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孤女，真让人失望。相比起来，我还是更喜欢你，至少你配做我的对手。那我真是谢谢你，可我不觉得你是我的对手啊！看不起我？是，我看不起你。公主乃天皇贵胄，是这大燕身份最尊贵的女人，拥有普通女子永远无法触碰的权柄。这样的权利，你不去和男人争夺话语权，争夺实实在在的利益，你用来争风吃醋，甚至不惜违背律法，去谋害和你一样身为女子的平民。所以，我看不起你。你懂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？你不也是一样，为了一个男人，搞得鸡飞狗跳，身不由己。看来这个前世把我卖了个彻底。是，所以我让那个狗男人滚了。公主你呢？你也可以放下繁星旭，少背几条人命，替自己积点德。我从来不想和你成为敌人。说够了吧？说够了，就下黄泉吧！戏看够了，舍得出来了。你们炸我！薇兰是你设计害死的？不是我方才都是乱说的，是他指鹿为马，他才是凶手。你要杀我，我可是公主，你为了一个民女竟然要杀我！这些人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高手，便是你，想要全身而退也并非易事，更何况还要带上他。不可！给我追！杀了他，一个不留！你受伤了，快走！什么高手，一群废物，到现在都没解决掉。夫人把我衣服脱成这样，就不怕我对你做什么吗？你都这样了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你这副样子，就算想对我做什么，
也是有心无力。你既然知道九公主要对付我，甚至提前做好了准备，怎么就没有想到还有高手埋伏呢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公主亲口承认杀死魏兰之后，你便可以洗脱罪责了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冒着生命危险，好不容易从她嘴里套出了真相，还不能证明我的清白无辜吗？你是眼下耳聋吗？你心上人的死确实还有疑点，但这不是你威远侯颠倒黑白、针对我的理由。别忘了，是你一直在引导我，你的命还在我手上。你把剑拔了，不想我死的话，动作快一点。方才还是我的命在你手上，你还真是不怕我害你。不怕。繁星穴，好疼。我看你有点难受，所以。沈元之，你真的很讨厌。我知道，你不止讨厌我，还十分厌恶我。你不用提醒我，我很清楚。你不知道，好几次我恨不得直接……范星勋，是你逼我的，我只想活下去，你别怪我。还好我没杀你，对不起。他若重伤不治，死在这里，我便成了寡妇，不仅不用费尽心思逃离魏远侯府，也不用再冒险和范星辰合作。可是今日若不是他救我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不，沈元之，你清醒点，没有他的存在，你根本不会遇到这些人和事。你没事吧？你方才……我刚刚出去打了点水，可惜都洒了。没事，这围场里有不少兽类，你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好了。父
起一场大难临头，还是同舟共济吧。那个，昨晚下雪了，所以走，得赶紧离开这里，找大夫医治。把我放下，你自己走吧。不行，我不能抛下你。你就不怕我抓着你一辈子不放手吗？若我死了，你就自由了。如果我把你抛弃了，如果你命大没有死，那我岂不是罪大恶极？你放心，我救你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不想给自己留下后患。就当是替我还了当前的人情。你把手给我。你想干嘛？这是我的印记，日后出了什么事，你把它交给鹰眼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真的要交给我吗？你暂时替我保管，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，你再把它还给我。走。到了，我马上去叫大夫。禁军升上到了。魏侯，我等奉皇命在此驻守，现下围场已经封禁，所有人都要带回去盘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昨日九公主在围场中遇伏身亡。是借酒后失态，杀了我大燕的公主，此等肆意妄为，理应问斩。我没有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。圣上，此事尚有诸多疑点。什么疑点？人就死在他的帐内，他酒醉不醒，地上全是他的血。九公主平日确实被我宠得有些任性，
但她毕竟是我的妹妹，是大燕的公主，丧妹之痛，孤岂能忍？那些所谓的高手，面上是救公主的人，实则是为了拖延时间，调虎离山，破坏和谈。圣上，和谈之事关系两国百姓福祉，若此事真与使节有关，再行定论亦可。罪证确凿，不是他还有谁？和谈作罢，若不将其绳之以法，如何对得起王美之灵？此人罪不可赦，必斩，以示警戒，方能为我心头之恨。人不是我杀的，我也不知为何九公主会在我的帐内。圣上，和谈之事一直是由臣负责。昨日公主遇难，臣难辞其咎。臣愿以魏远侯之位作保，恳请圣上给我3日时间，查清楚原委，给圣上一个交代。若臣不能替九公主洗脱冤情，臣任凭圣上处置。